慢慢猪脚行遍全台湾。屏东的慢慢是一个小庄头，毋过伊有一种好食物风行全台湾，迄就是伊的卤猪脚。现主时人人称伊慢慢猪脚。这个猪脚的特色是专用前脚，前脚肉济骨头细。料理的时，大先将油取掉，佮掺特济的配方，用慢火宽宽卤3点钟，控出来就是香滚滚、Q 底底的慢慢猪脚。慢慢猪脚全台湾拢有当买，伫慢慢所在嘛有真侪间挂这个招牌。到底倒一间才是正宗的咧？讲来嘛真好认，慢慢猪脚是为1945年开始的。开基祖林海峰先生原本是伫市仔内摆面摊，伊伫即年改图换卖猪脚，因为口味赞真受人欢迎，渐渐出名到全台湾。即当阵是第3代的经营。现时的海丰饭店就是伊的本店，不管时都有外地人客来交关。慢慢猪脚闻名全台，是因为伊有特别产制的功夫，佮有特殊风味的蒜蓉韵料，前脚加入汉药秘方落去控，食起来真脆脆，袂感觉油。筋、肉、皮加起来有一寡润，佮一寡脆，加上香香的蒜蓉韵料，煞互咱食毋知饱。现时伊一工出炊3摆，是早起9点，下晡1点，下晡6点，歇困一仔有加几啊摆。人客不时就吵，哪拍芳咧。慢慢猪脚上好是2工内食完，若放伫冰橱1礼拜内拢袂走味。现时因用真空包装，买来自用也是送礼拢会使，真实量真大班。上尾我有一个疑问：慢慢猪脚拢用前茶，后茶走去倒位咧？这是因烦恼啦，搁叫一半较实在。作者：区文石。